我用仔仔嘅名義捐獻咗第3座鄉村小學圖書館，喺我45歲生日嘅時候。半個月前，我去到茂名高州嘅長坡鎮探望咗7歲嘅盧坤苗。父母喺佢好細個嘅時候就離咗婚，爸爸長年喺外邊打工，佢同殘疾嘅爺爺、多病嘅嫲嫲相依為命。坤苗嘅心入邊有個夢想，我中意學習，就想去當老師，當老師可以教人學得懂，揾錢照顧爸阿媽。喺銀江洞小學仲有好多好似坤苗咁樣嘅留守兒童。學校雖然可以解決佢哋基本嘅教學需求，但係圖書館嘅設施同埋藏書咧就比較陳舊啦，冇辦法滿足小朋友了解出邊世界嘅需要。我希望帶住仔仔嚟到長坡，睇下呢一班同佢一樣可愛又渴望讀書嘅小朋友，亦都用佢嘅名義向公益組織捐獻繼雲浮羅定平塘金雞鎮之後嘅第3所鄉村小學圖書館。所以我們希望大家更好地去學習語文，更好地讀書，去打開我們的夢想。只要有能力，我希望一直捐落去。雖然力量微薄，亦都希望能夠喚起更多嘅愛心力量，共同去拓闊鄉村小朋友嘅知識同埋眼界，守護佢哋熱愛讀書嘅夢想。好，思故鄉。